去年丹那市風台扇倒一張椰子樹啊，造成台南南西一對農民伯仔囝一死一傷，不過家屬請國賠是失敗的。這陣議員就指控講，其實這個代志發生的一冬之前，里長就反映講這椰子樹啊無介安全。議員是懷疑講是市府無去處理，才會造成悲劇，也懷疑講市府有暗崁現場的相片。目前台南市府是回應講，所有的資料攏當咧審理。也若是國賠部分，若是家屬有新的證據，嘛會當閣再重新申請。椰子樹東北條大風吹襲，連根斷去，擊到經過農用車，造成台南南西區一對做農的聖誕伯仔囝一死一傷。代志發生在去年7月，丹那市風台來襲期間，家屬事後申請國賠駁回，向民代တင်情。這支椰子樹恐驚早有養護不當的事實，也質疑市府穩定資料，造成國賠失敗。要求公務局移除椰子樹，但是他們每次都認為安全無疑慮，沒有理會。事件發生後，公務局更是說7月1號路樹檢測沒有疑慮，可是附上的照片卻只是開車經過，他竟然沒有送上去，他應該負他的責任。但是樹的根部被蛀了，是不是有辦法在預先能看到？這個也是一個專業。民代提出椰子樹根部後期甲爛根的情形，質疑市府講，逐個月攏有執行樹仔巡查，只做標明。伊也講，2002年到2025年之間，涉及風台期間樹倒地死，也是地損等國賠申請，多數攏是因為天然災害、不可抗力因素方駁回，欠單一個案責任賠償的尋求。國家賠償成功與否的關鍵，在於政府有沒有可歸責的疏失，除非能夠證明政府事前已經知道風險，卻沒有積極處理以及維護，否則要成立國家賠償的幾率是相當低的。律師坦白講，民眾會當依法申請國賠，也毋過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之下，舉證困難。也毋過市府強調，若民眾有新事情，會當依定時重新啟動行政審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